流程喺維修4座位的士之前，謹記依照廠方所提供嘅推石油氣回燃料缸程序，將4座位的士嘅石油氣從燃氣系統推回燃料缸內，並依照呢個短片嘅第4部分，將殘餘石油氣安全咁釋放出大氣中，先至可以進行維修嘅工作。當石油氣車輛駛入工場後，先要進行漏氣測試嘅程序，先用探測器探測引擎底部，再探測車輛底部、石油氣缸及燃料系統組件，查看有冇任何漏氣嘅跡象。然後進行推石油氣回燃料缸程序，將的士嘅石油氣從燃氣系統推回燃料缸。首先連接壓力標1至第2燃料供應閥嘅維修接口，而必須將壓力標1嘅所有閥門關閉。再連接壓力標2至燃料回流閥嘅維修接口，而必須將壓力標2嘅所有閥門關閉。使用點火時掣轉動引擎，將燃料缸同燃料喉管嘅石油氣壓力平衡。拔除第2燃料供應閥嘅電線接頭。使用檢查連接線，將 DLC1 檢查盒內嘅 TE1、TE2 同 E1 嘅接線位連接埋一齊。開啟燃料回流閥嘅開關閥約1/4至半轉。使用探測器探測確定壓力標2同燃料回流閥嘅維修接口2嘅連接位置冇石油氣流出。轉動點火時掣至安嘅位置。開啟壓力標2嘅閥門 C 及確定石油氣壓力低於0.61 MPa。完全關閉燃料缸上2個紅色嘅輸出開關閥同燃料回流開關閥及關掉點火時掣。開啟第2燃料供應閥嘅開關閥約1/4至半轉，及裝回第2燃料供應閥嘅電線接頭。使用探測器探測確定壓力標1同第2燃料供應閥嘅維修接口1嘅連接位置冇石油氣流出。使用氮氣壓力調節器調校所需要嘅氣壓，並根據燃料缸內嘅石油氣壓力決定注入氮氣嘅壓力同次數。完全開啟壓力標1嘅閥門 B 同閥門 A， 將氮氣注入喉管。當注入嘅氮氣已經到達所需要嘅氣壓嘅時候，完全關閉壓力標1嘅閥門 A 同第2燃料供應閥嘅開關閥，轉動點火時掣至安位置。開啟燃料缸嘅燃料回流開關閥約5秒之後，完全關閉燃料回流開關閥。確定第2燃料供應閥嘅電線接頭已經拔除。再一次確定 DLC1 檢查盒內嘅 TE1、TE2 同 E1 嘅接線位已經用檢查連接線連接埋一齊。完全開啟壓力標1嘅閥門 B 同閥門 A， 並根據燃料缸內嘅石油氣壓力決定注入氮氣嘅壓力，將氮氣注入喉管。使用探測器探測確定壓力標1同第2燃料供應閥嘅維修接口1嘅連接位置冇石油氣流出。裝回第2燃料供應閥嘅電線接頭。開啟燃料缸嘅燃料輸出開關閥約5秒之後，完全關閉燃料輸出開關閥。同樣完成推燃料輸出喉管內嘅石油氣回燃料缸，就可以進行清除喺燃氣系統內殘餘石油氣嘅程序。喺仲未進行清除喺燃氣系統內殘餘石油氣嘅程序之前，唔可以進行維修工作。喺排放積存喺燃氣系統內殘餘石油氣之前，先安裝防爆型抽氣系統，以確保工場內有充足嘅抽氣量，將石油氣安全咁抽走。將抽氣管、防爆型抽風機
風量調節閥及排氣管連接，妥善封密風管接口及連接電源線，將抽氣管嘅入氣口固定於排放喺燃氣系統內殘餘石油氣嘅適當位置，將排氣管嘅出氣口固定於工場戶外嘅適當及最少2米高嘅位置，並且要確定排氣管出氣口位冇火種。開啟抽風機，用風速錶量度風速及調校風量調節閥，將抽氣量調至每小時不少於540立方米。而維修人士必須全程佩戴手提易燃氣體探測器。先排放積存喺燃料回流管嘅殘餘石油氣，將排放喉管放於抽氣管嘅入口位，然後微微開啟壓力錶2嘅釋放閥，聽到微弱吱吱聲，以極緩嘅速度釋放積存喺燃料回流喉管內嘅殘餘石油氣。然後再排放積存喺燃料輸出管嘅殘餘石油氣，將排放喉管放於抽氣管嘅入口位，然後微微再開啟壓力錶1嘅釋放閥，聽到微弱吱吱聲，以極緩嘅速度釋放積存喺燃料輸出喉管內嘅殘餘石油氣。喺呢個過程中，一旦探測器發出警號嘅時候，就要立即停止清除喺燃氣系統內殘餘石油氣嘅程序，再仔細檢查抽氣系統嘅接口係咪密封妥當，確保抽氣系統正常運作，先可以繼續進行清除喺燃氣系統內殘餘石油氣嘅程序，直至積存嘅殘餘石油氣完全釋放為止。確定積存嘅殘餘石油氣已經完全釋放於大氣中，及再一次確定關掉點火時掣及完全關閉燃料缸嘅閥門，先可以關掉抽風機及然後為4座位石油氣的士進行維修工作。正確驅氣做得好，安全妥當冇煩惱。